大家好，我係靚隻。最近 Stella 嘅 Lazy Lunch 出咗幾道應季嘅聖誕新品，今日嚟試下佢。差唔多20道出品，任點任食，包括 Stella 同泰安門嘅經典之作，全部現點現做，擺盤精緻，大廚迎合入冬同埋聖誕嘅主題。今次嘅菜品咧，賣相都相對鮮豔，俾人溫暖嘅感覺。紅綠配色亦都多次運用，突顯聖誕氛圍。當中有幾道確實印象深刻。個帶子咧嘅火候煎得啱啱好，而且佢仲係泰安門嘅經典菜式添。喺 Lazy Lunch 呢度食，實現帶子自由。呢期有兩個新品咧，係為咗應聖誕呢一個節日嘅，就係呢個燉牛面肉同埋牛肉湯。因為呢兩道菜如果夏天食咧，會覺得好滯好油膩，但係而家天氣涼涼地，依家食就最啱晒。菜單每月更新，但呢隻漢堡包可以長期霸榜。終於又食翻我心心念念嘅漢堡，一樣咁厚肉咁多汁，而且黃油麵包嘅香味真係好濃郁。3道甜品各有特色，我最中意始終係朱古力，加埋舒適嘅用餐環境，仲有5星級服務，啱晒週末約幾個老友嚟聚下啦，又打卡個靚正好地方。